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升恁；亲近上帝，伊就亲近恁。恁犯罪的，就洗恁的手；两样心的人，就清去恁的心。圣诗294首，请会众起立。这是咱又按听者，咱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咱开嘴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执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敌去，就脱离迄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有尽。阿门。接下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上帝的囝，伊对身投胎，对生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非常谢谢。是咱来启应文55篇，伫马太福音第6章，我来启，因来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你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也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欠无比因较贵重。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得活，明仔载互人迄落花落。减袂搁较甲恁糟蹋。
所以恁毋免超凡讲，阮要食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伫操烦。一声，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即时咱来压头，共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阮要感谢你，赏赐遮尔好的今仔日，互阮搁一摆做伙来到你的圣殿，共心敬拜，开嘴学录你的圣名。主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咱生命的源头，是牧者，是倚靠，是拯救。主啊，阮来要向你来认罪。阮有时欠缺信心，有时犹如代替祈祷，有时用家己的意思来代替你的旨意。求你赦免阮的软弱，清去阮的心灵，互阮搁一摆得到你的恩典。感谢你赏赐伫今仔日的主日，互阮会当放下世俗的挂虑，带着渴慕的心，一同来到你的圣所，求你清洁阮的心思意念。清去阮的目睭，清去阮的耳孔，甲阮的心，互阮会当专心来亲近你、敬拜你。求你的圣神即时即刻充满着即个圣殿，充满阮每一个人，开启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佮领受对你遐来的话语甲恩典。主啊，阮要为着阮人门教会来祈祷。求你用你的疼保守阮的教会，亲像保护目睭人，顾阮的教会，伫你的疼甲带领的，互阮即个属灵的大家庭彼此相疼，扶持建立属灵上水的团契。求你赐下阮有共一的心、合一的心，互道牧师带领长职甲各团契，互阮众人有一个愿意为主、为教会做工的心，共心共行，兴起教会一切的会务。尤其是接续，阮也要为着圣诞节所备办的庆祝活动，求主带领加添阮的快乐。他即个周边的事工大大的顺利，阮也要借着即个活动，互阮会当邀请侪社区的朋友来参与，求你互阮会当诚做教会，会当诚做这世上的光甲盐，伫社区中发挥美好的见证，将福音的种子也到大街小巷，一直到地极。即时，阮也要为着拄着恶担当、艰苦心、着磨、软弱、灰心、有病痛，伫患难中的兄弟来祈祷，求你施阮灵敏亲自安慰因，医治因，互因伫困境中悠然见了主，倚靠你，坚守信心。公义的主啊，阮也要为着阮所徛起的美丽台湾献上祈祷，求你赐福，互阮的领导者，互伊会当有对你遐来的智慧，甲灵敏的心，会当并公义制定有利益人民的政策。求你保守这个土地的平安，互整个社会充满公义甲灵敏，除去一切的纷争、不公甲暴力，互整个社会会当活出基督的模样，以良善、谦卑甲疼，用疼心对待正做正义的影响人，引带人心归向真理。
主耶稣，你是真理的源头。阮也要特别为今仔日为阮讲道的陈关于牧师献上祈祷，求你的圣神甲伊同在，感谢伊今日为阮，无论为阮讲道，无论台顶讲的道理，或者是大家听到的信息，拢有大大的利益。愿今日的信息，毋那是知识的传递，搁较是生命的活水，会当养持阮骄傲的灵魂，互阮伫生活中有勇气甲气力去实现你的道。主啊，愿满心感谢你，听阮伫你面前的祈祷，求你悦纳。阮今日的敬拜，有搁加添气力，互阮伫散会离开圣殿的时，嘛当带着你的疼甲平安，返到阮的家，阮工作的所在。求你引带阮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你同行。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三位一体的上帝。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来求，阿门。学老，请圣歌队。要学老的诗歌是：这是基督君王。
感谢训歌队遮尔水的学路。即时咱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12章38节到44节。耶稣教示的时，佫讲，着提防遐个经学士，因爱穿长衫四过行，爱伫街市内互人请安，食堂内坐官位，宴桌里坐大位。因晓吞酒馆人的家伙，假意堂堂祈祷，因要受罪搁较重。耶稣坐伫库房的对面，众人得用钱ฮ็落库房，有侪妇人用侪钱ฮ็落去。有一个送香的酒馆人，ฮ็2个半厘的，就是1厘。耶稣就叫伊的学生来，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即个送香酒馆人所ฮ็的，比众人ฮ็落库房的较济，因为遮的众人是对伊有剩的来ฮ็，若是即个富人人是对伊所无够的来一尽ฮ็伊所有的，就是伊所挖苦来挖的。圣经读到遮，讲道咱请咱的。请咱的牧师来讲道。今日讲道的名是奉献，一种带着风险甲美感的选择。平安。要分享信息进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请你找你的圣神，现在就光照阮。拍开阮的眼心，启造阮南门教会这个信仰团体，互阮通过你本身的话来认捌你，来体验你，来甲你相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也特别感谢崇信牧师以及咱教会中职同工好朋友。容阮我通代表伫草山的咱台湾新学院，搁一摆来到咱南门教会来分享上帝话，也煞来向大家请安甲报告。顶回来到咱中间已经是5年以前，迄阵是伫 COVID 搁大流行的时间。我会记迄阵我是通过亚利米书用5网做题目。伫疫情犹阁真混乱，每一天咧变化的条件中间，甲咱大家互相鼓舞。就是虽然犹阁行伫困难中间，咱若是对上帝听有实实在在把握的感受甲确信，安尼咱就要有迄个高压的勇气甲自信。伫每一天对面所来的现实条件中间，犹阁有热情，通咱的厝边甲世界。活出这款伫确信中间的信仰告别，以及咱的生活见证。时间过得真紧，5年以后，我伫过去这学期对台湾新学院专任教授退休。目前受学校邀请，是一年一聘，继续咧推动在职教育、教务博士班的组织甲重整的工作。因为新学院已经愈来愈清楚一项代志。需要鼓舞、协助在职牧者以及代职的传道人，就是咱正会友、中职会友信徒，咱拢咧传福音。专职的是咧做牧师，代职的犹原是传道者。咱这人就必须要重新回转到伫圣经上帝话做中心，伫这个时代重新推动一个新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伫这个价值混乱多变的时代，新学院所需要第一推动的意向。这个目标的确需要做基督肢体有意识的教会，因伫信念以及行动顶头全力的支持才有可能。做一个历史研究者，通过资料
我有看见咱南门教会对1953年对母会网架教会开设到今70几年以来，咱热心服侍、重视教育、骨力咧开拓，真心真性伫上帝听人听上帝即个诫命，用上帝做中心去做实践的脚迹已经成做咱南门教会的 DNA 的一部分。也成做咱南门教会会友的特质的一部分。因为听牧者重视教育、爱传福音，咱南门教会一直是咱大神上重要的支持者，也一路陪伴阮伫困难中会当行到伫今仔日。我也相信将来南门教会永远是大神上好的支持者。感谢上帝，遮尔多年来，咱所栽培、咱所支持对大神毕业的学生。也拢已经成做伫台湾山边海角各所在种教会真大的帮助甲祝福。我想咱南门教会的付出甲代祷，的确爱得到上帝的纪念。所以要出门进前，阮的董事长胡明胜牧师、新的校长蔡依民牧师爱我特别用这个机会，向南门教会众兄弟表达全校师生对咱上深的感谢甲敬意。伫即个所在，我也特别用即个机会，特别感谢20年前我伫大学硕士班咧做学生的时阵，真照顾我的四牧师伊伫在座我想伊是我学习怎样牧养学生一个真好的典范也是我的校长。这几年因为做学务长以及即个大学硕士班主任的关系，所以有机会为着学校甲新学生到真侪教会去请安甲拜访。伫拜访的过程中间，捌拄着真侪间教会为着要准备伊的建堂，还是筹备修建有安排特别的讲台，也有无相款的外来讲员，为着逐人无相款的目标，内底无款的讲道。总是我有发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若讲着无款，大家拢爱用的，就是今仔日这段经文啦。所以有人讲，伊是募款的黄金经文所以你逐摆拢会拄着这个代志有一回因为我拄好无安排着教会拜访，我就转去到家己定定咧出入迄间教会去做礼拜。甲大家共款，我坐落来咧即个看周报的时阵我就凭着今仔日这段经文我竟然听见我家己咧吐大气。以后就开始即个手就真自然，将原来要礼拜现金的迄个钱摕出来落个迄个现金袋仔内底也无看到底今仔是啥物主日以后呢就开始有冲动想要摕手机出来划了毋知影今仔日入来教堂内底、拜堂内底拍开周报，看到经文，你第一个感觉是啥物若是你有看经文，算是袂歹啦若无看，这是正常啦总是毋知大家反应有甲我共款无若有算是正常啦特别今仔日看到今仔日经文，今仔日题目叫做奉献，看到大神的老师佮加上奉献的题目，大概是来无款走袂去啦我想大家直觉反应是无毋对总是虽然犹原是爱对大神无款啦总是我特别今仔日这段经文，总是咱今仔日要甲学较深一撮咱的重点、咱的焦点会下伫当人面对奉献这个呼召的时阵，咱内心真实的想法甲回应，以及对咱信仰生活实际影响到底是啥物？这个主题顶头，咱即摆转来到伫迄天，这个做礼拜迄天伫即个拜堂大家真熟，但是毋是迄个我小淡要讲迄个拜堂啦伫会前练习线，咱看苏会长老已经起立就位，所以我就备万心开始坐好，要准备开始做礼拜。我就忽然听见楼骹有一寡声音，有一寡动静啦我较爱坐伫楼顶楼顶迄排真侪人甲我共款会当看全局啦所以呢，我就探头看发生什么代志。我就看有一对夫妇甲伊的同伴呢，为即个拜堂的正中就慢慢行入来。教会的正头人包括伫台下顶的牧师拢起立咧行旨，
有咧超位，有咧传遗嘱啊。等这人拢坐好了后，这个书会才开始宣调。咱知影宣调叫做 call to worship， 就是请来礼拜吼。所以我大概心内就开始了好奇啦吼。若是上帝时间甲上帝话，拢需要等待即个人。我想教会拍算有真重要，佮真好的理由才对。所以我就问坐伫我边仔迄位长职，我真熟的长职啦吼，就甲问讲吼，即个人是甚物人啊？真拄好，伊也咧摕迄个落地仔钱咧落迄个奉献地仔啦吼。伊就拿落，甲我讲，你袂晓看今仔经文晓。果然就大金主来吼，安尼咱欠顿个欠用吼，咱见顿个欠用，才有5万啦。我心内就切一个啦，讲原来对有的会友来讲，经文等于无款，无款等于就爱看金主，哪会变安尼？我忽然间警觉一项代志，原来无有警醒的自我批判，难思凊彩，失去焦点的礼拜意识。所有掠做惯势，看作理所当然的动作、礼仪甲理解，毋那会将所有要对咱讲话的经文甲客观化。啥物叫做客观化？就是甲当作是咧讲别人的代志，是甲我无关系啦。毋那安尼，阁要将咱伫不知不觉中间，将咱规教会所有，包括你我在内，咱所着仰望瓦靠的焦点，对向上帝偷偷转向对世界。转往各种物质条件、利害关系甲现实的中间，然后这个代志就会渐渐影响咱，最后就是同款伫不知不觉中间，将这个物件当作是咱的上帝咧拜伊。这款焦点受到移转的问题，对查考圣经的人来讲，也常常是咱面对咱已经真熟的经文的时阵。所会拄到的试探甲挑战，就亲像今仔日这段经文，咱拢真熟，总是也是因为安尼，咱会拄到这款焦点转移对别位的挑战，甲引诱也愈大。做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较惯是用看故事甲讲故事这款理论甲方式来看圣经中的故事。对我来讲，这款方式。比甲圣经拆做一章一节来说明，伊所通对话的空间会搁较深沉淡薄。所以，咱也用这个故事描写的风格来看，马可福音通讲是一座真简单、清楚、搁真煞拍的小说，也是电影。咱就用这个概念，带这个目镜来看马可福音，会不知趣味。特别是马可福音对故事 tempo 吼。这个 tempo 就是步调，就是速度的控制吼，搁较是马可福音的特色。安怎讲呢？咱敢若看第1章开始，马可对地理甲时间背景的描写，那对比其他的福音书，通讲是不止快速。咱敢若看第1章，就包括以色列国内从南从北3个真特别的地点。故事对上北边的加利利海边往南冲到伫约旦河边。过来都翻头转去到北边的这个加百隆的境界。干那第1章，咱就看见3个以色列境内的境界内面地点的移动，通讲是非常的快速。咱真少看到福音书，在1章里面会走3个所在吼。啊，这个马可福音真特别吼。总是这个一开始流动了真快速的故事，行到煞尾。也就是伫10章以后吼，咱就看见本来一开始伫镜头内面不断快速变迁的地点，就开始渐渐集中伫一个所在，这个所在叫做耶路撒冷城。咱看伊讲故事的速度，伊的 tempo 就开始愈来愈慢，愈来愈慢。特别是当故事的镜头对城外转往耶路撒冷城内的时阵，咱就看伊规个速度对一天一天的描写，愈来愈慢，愈来愈慢。煞到最后，若是对审判到伫十字架顶这段马可福音，咱注意，伊是用一点钟一点钟的速度咧说明。对速度的分配来看，咱就一定通了解
对入耶路撒冷到伫上十字架顶这段拍算，就是马可福音特别要甲咱讲的焦点。这款编写的手法，实在是已经有现代电影咧讲故事的时阵迄款效果。真侪讲章也是查经分享，会将这段经文的焦点下伫耶稣称赞寡妇奉献态度这款客观的评论顶面。我想基本上这无啥物问题，也确实是故事中的事实。毋过，咱若想要将伊甲摕来运用啦，咱讲咱看经文吼，拢想要甲摕来运用。总是这段经文，若要摕来运用，当作是鼓舞会友奉献的黄金经文啦吼。安尼，阮做分享的人，定定会拄到一个伫现实效果上的困境。安怎讲呢？吼，因为对后来读者，甲对2000年以后一礼拜堂内底，咱所有这现代信徒来讲，要叫咱用故事中间这个送香的寡妇所展示出来，这种一尽献伊所有，就是伊所挖靠来挖的奉献标准，用来邀请大家转去了吼，上好将你的银行户头清清的厝甲卖掉，这个所有的资产汇入去教会口座，安尼才算是奉献的标准态度。这款的款面对信徒来讲，离咱的生活现实，也就是明仔载就爱交学费、健保费，也是月底爱交管理费、信用卡帮管，也是最近爱开始交的地价税，也是贷款。这种每一日的生活现实，实在离了上远。所以拄着这款经文，真侪聪明的人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就会甲家己讲啦吼。我毋知你会安尼讲无吼？讲吼，假事是假事啦，现实是现实啦吼。话假是吼，听听就好了吼，毋免伤认真啦吼。因为毕竟这个客观条件、时代背景、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经济条件拢无相款啦。所以照你看，敢有道理？其实就客观来看，真正是有道理呢。兄弟姊妹，毕竟当初时这头人，遐个聪明的、地位悬的这死头经学教师，因嘛是安尼咧想啊。若是你会怎样看这个代志？拄着这款经文，对坐伫拜堂内底，坐伫电脑头前、手机头前，对咱遮有缘愿意坐伫遮认真听、认真思考、认真想要实践所听道理的，咱遮后现代的基督徒来讲，就怎样伫听甲实际去行的中间，去找到迄款无虚假的平安，这是咱真大的困难。老实讲，有影是无简单，因为别人我毋知影，我无清楚，总是看迄天的我，看到经文了后，先吐大气。因为对信息已经无感觉、无兴趣，就先甲礼拜现金的钱下伫奉献袋仔了后，就开始要滑手机。对我这款回应甲心态来看，将耶稣最后一个伫圣殿服侍，因为今仔日这一幕是耶稣伫圣殿的最后一幕圣殿服侍这么重大的主题，甲发展做只有鼓励人为圣殿，也是为教会，爱有无保留的奉献，无保留态度的奉献，这款单独的主题，检测有伤过简单化的问题。因为咱这人拄着困境，咱自然的选择常常是视而不见、冷淡没有感觉，有看没有到，这款客观化的野心啦。若是我这种野心检测，嘛是今仔日真侪教会信仰团体所着爱面对的共同的议题。安尼着爱怎样看这个故事？咱头前已经提过，若要看用一个连续故事的角度来观察圣经的故事，会较趣味淡薄。所以，安尼今仔的故事的前一章，也就是第10章中间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事件，咱一定都爱提起一个，因为伊直接影响到这个故事最后的发展。就是迄段有一名叫做巴底买
的痴迷人来得到看见的这个故事。这个痴迷人伊受到耶稣医治，通得到看见这段故事，有的神学家特别甲伊提出来。这个因为神来得到看见的痴迷人，将伊甲毕士大，咱有另外一个所在有一个毕士大同款受到耶稣医治迄个破相的，两个来提出来做比较。这两个人拢受到耶稣的医治，总是其中一个人受到医治了，对痴迷看见了后，伊就伫路上继续咧跟对耶稣。另外一位，当伊拄到医好了后，当伊拄到挑战的时阵，伊就选择用看无、听无、唔承认，最后来出卖耶稣。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度用这个所在用时间甲大家比较。总是伫这段故事中间，马可为咱整理出一个真重要的字，而且甲伊当作是这个前这段耶稣的旅途中间，就是第1章到第10章中间，所有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一般的民众，甚至是伊的门徒，对耶稣所传讲信息的反应，伊的总经理。这个字就是咱下晡这字，就是瞎啦、痴迷的意思了。也就是有听没有到，有看没有见，就是瞎眼心的意思。故事中的证人，你会看见因用种种的理由对耶稣的教示选择听无、看无，但是迄个痴迷的得到看见，迄个信，这个巴底麦却用伊的却用伊看见了后人生。完全投入去对耶稣伫路上来继续对耶稣。对咱来看，瞎甲硬心其实是一种主观出自内心的选择，硬心其实是咱的一种选择。我安尼讲，毋知大家会当理解无？硬心其实是咱选择以后的结果啦。总是对马可的信息来讲，这款瞎、这款硬心，正正就是以色列这个信仰团体以及因的信仰中心，就是希律的圣殿，的确要受到毁灭的原因。总是咱也通反倒转来过来讲，就是若认真要跟对真理，真正甘愿用选择看无家己的听、谦卑甲相信，来继续过每一日。伫世间架卡的日子，就像是耶稣所要起造迄个全新的圣殿，伊通运作的根本标准。也就是咧讲，规段故事的中心，其实咧指引一个信仰团体，伊着第一警醒第一要紧的主题，就是有关圣殿，迄才是今仔日的教会。伊会行往衰微、行往毁灭的原因，以及因若是要对这款痴迷硬心的实况中间得到反转，得到重新起造的秘密，到底伫倒落？到底教会要爱怎样才通对这款痴迷硬心的实况中得到反转更新呢？这个这么重要的主题，伫马可福音是对11章，也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人讲遭受主日的第2天。耶稣要进入圣殿进前，又咒诅无花果树，以及后来离开圣殿了，无花果树果然全部孤单，这两个事件中间，咱知影这个以色列，迄个圣经常常用无花果来形容以色列这个信仰团体，所以无花果的衰微、无结果子，咧形容这个以色列这个信仰团体啦吼。所以这两个事件中间，咱以迄个马可把这个清气圣殿放伫中啊。所以马可用一个前、一个后，这个三明治的结构来表达这个指重表面无要结果子、懒散腐败、欺负弱势，已经成做拆修的圣殿，伊将来的命运就生做迄个款。也就是亲像这款的圣殿。已经无过是人要伫迄个所在得到拯救怜悯的所在。本来圣殿，咱来到圣殿是伫即个所在得到上帝拯救甲怜悯，总是
反倒转要成做上帝实行审判的对象，有够通惊，是毋是安尼？教会若变做安尼，实在是有够通惊，是毋是安尼？顶礼拜大家咧庆祝万圣节对吧？其实伊是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啦。咱若回想宗教改革迄阵的教会，就生做我头拄讲的即型。有影这安尼到底要安怎？教会敢还佫有救吗？伫圣经故事内底，时间是继续在行，继续在行。接续伫即个无花果树果然高大审判的预告，甲后壁的果然高大的典示以后，后壁的11章甲12章，耶稣就随时开始伊伫圣殿内底最后一天的服侍。伫即天内底有3件代志，耶稣做3件代志非常重要。第一个，伊开始直接回应这祭司长、长老、以及撒都该人甲经校教师对于权柄到底为倒位来的即问。那马可福音伫即个进程，若拄着即款质问耶稣拢无直接回答，总是对今仔开始，伊开始直接回答即个问题，因为回答即个问题了后，伊就要准备上十字架啊。第二，伊开始用即个譬如用智慧的话，直接回答因对伊所传道理伫实践上会拄到的问题，各种实际问题，伊踮遐开始用实际问题来回答。第三，搁较重要，时间1分1秒行到伫最后，耶稣是用经学教师甲今仔日的寡妇因2个人奉献的对比，来成做伊规日伫圣殿服侍分享的结束，有够特别对吧？最后一步是放伫即个所在。我想即种对比的方式，通过即个最后的镜头，耶稣将即个看起来无钱、无远望、无权、阁无势的寡妇，伊全部人生的奉献，下伫所有镜头的上中，来成做规个圣殿的确爱受到毁坏，完全看无远望的黑暗信息中间，一个虽然微细，总是充满光线的答案甲远望。耶稣用寡妇的行动，甲伊的门徒，包括伫2000年以后的咱讲圣殿要重建，教会要复兴，请看寡妇的奉献。你拍算会继续甲我问讲，安尼即个寡妇的奉献行动，到底是怎样通成做圣殿教会以及咱个人要得到重建复兴的答案甲愿望呢？这是真好的问题。安尼，咱的确就要转去到即个故事中间迄个圣殿现场，咱才通看较清楚淡薄。有关这2种奉献的对比，咱若甲镜头刷较近一撮啦，咱会当看较清楚。圣经是安尼描写伊讲伫12章38节到40节，耶稣伫圣殿内底对经学教师提出伊的批判。伊讲就要提防遐个经学师啦。因爱穿长衫四过行，爱伫街市互人问安，阁欢喜伫会堂内坐权位，伫宴席内坐大位。除了即款欢喜看家己最悬、自高自大，摕信仰团体中间应该是做萝卜的位置最夸口，华语说是娇妻妻妾，即款问题以外，耶稣伫一段批判重点，阁较是放伫后壁即句。就是讲，因晓吞酒寡人的家伙，假意长长的祈祷，即个顶面。当时的犹太社群内底，这个经学教师意爱穿长衫坐权位大位，因旨意甲人互相问安，欢喜发表真长、看起来真敬虔、阁有学问的祈祷，实在是甲因一部分的收入有关系啦。你讲哪会安尼？有可能是一款做公关找生理的概念。简单讲，信仰其实是因生理、公关甲社交的一部分。因的工作内容，有啊，亲像咱即个世代的大师，也是律师吼。因通过代表人去处理官司、调解纠纷、办理遗产继承，来收取佣金。所以理论上，官司若愈多、拍愈久、愈严重。因的生理会愈好啦，愈好。
自然收入就较侪。所以有时阵若业务无够侪，因就挑工制作会较侪，这才算是生理啦。无囝无翁通医我的寡妇，面对告袂完的官司，不得不变卖生活所需要的产业来找拍官司的资金，常常是寡妇行到最后的命运。总是咱爱知影，以色列的律法中间一个真重要的功能是啥物？就是着爱保护孤儿寡妇啦。咱若转去看出埃及记第22章，也是申命记第10章，就当看会到。总是当时的律法、教会法规，也是议会制度，一寡经校教师的手头，都亲像宪制制度伫祭司的手头共款，拢真侪通操作的专业，真侪通通过鼓吹欺骗、恐吓弱势来得到利益的工具。故事中间的寡妇，毋那是因为腐败圣殿的系统甲商业利益互相交结，真侪宗教制度中间受剥削的上阶层，甚至伫应该保护因的律法制度中间，因也得袂到公平正义。耶稣讲，因晓吞寡妇的家血，用长长的祈祷，用孝受因家血假先称安所制作出来，是最后只剩2个小钱有落无处送向的酒馆啦。这正正是圣殿的确要受到毁坏的原因之一。总是我较爱倒边过来想，我想望也的确伫这个所在达到。通过寡妇的奉献，耶稣伫圣殿最后服侍中间，爱咱翻头去注目思想的，就是奉献的本质到底是啥物？咱若会当清楚了解，佮真实去实践这个本质，安尼伊就要成做新耶路撒冷重新起造佮复兴的基础。总是你要甲我问讲，奉献的本质到底是啥物？事实上，你我拢真清楚这项代志。就是咱的一切，包括咱的时间、咱的才能、咱的经验、咱的资源，以及咱每一天的性命，无一项是属于家己的，对无？我昨接到一个电话，我一个朋友伫丝路之旅拄啊转来，伫上海忽然间冠状动脉心脏阻塞，即马进入 ICU， 非常少年，非常有活力的一人，忽然间 overnight 就拄着即款代志。所以，咱所有一切拢是上帝托咱管理的。十诫中间的11奉献，就是这个概念。奉献1/10，毋是代表1/10是上帝，剩的9%就是我的，毋是安尼啦。咱奉献出去的1/10是10%的代表，是记号那尔。1/10归上帝，剩的的意思是所留落来的9%，包括咱每一天的人生，拢是上帝暂时托咱管理甲运用那尔。钱只是代表，为什么用钱做代表呢？因为逐摆讲到钱，咱就听到要死，所以钱是一个代表。通过奉献，上帝爱咱翻头注意的焦点，是咱全部的性命怎样使用的问题。是咱伫上帝面前，咱用什么态度咧过咱每一天生活的问题。其实奉献是上帝所设立，为着防止咱腐败的机制，伊是地板，毋是天花板。就是当11奉献1/10，已经袂互你心痛的时阵，安尼你就要家己知影，11奉献的提醒已经对你无效啦。你要试看卖啊，将比例提较悬一丝，提悬到你家己的心痛的边界，去过一摆体验奉献到会痛的感觉，对你信仰性命的提醒甲意义。对这个所在，咱才有法度小可淡薄仔体会圣经咧讲，因为遐个人拢是对因有剩的来ฮ็啦，但是这个妇人是对伊的无够来一尽献伊所有，就是伊所挖可来挖的。拄啊，华语说了，我甲一个姊妹咧分享讲会痛什么感觉我讲袂痛，你可能较会当体会啦你食餐厅的时阵，拍车的时阵，拢等200块，你拢袂痛迄是给小费的概念。但是你的奉献，
必须要奉献，甲你的听才有感觉。所以咱才有法度理解即个故事真深刻的价值甲意义。因为当讲，即个寡妇受耶稣的侮辱，毋是干那因为伊尽伊所挖过来话，拢奉献出去的时阵，伊客观的谦卑甲敬虔的态度那尔。咱来评价，毋是安尼，无毋对，这是一个角度啦吼。总是我咧想，搁较是因为即位寡妇伫遐对面所来，就是活伫宗教的欺压、经学教师的欺骗，活伫现实种种的困苦佮挑战中间，伊犹无失去伊对上帝单纯的听甲相信。伊用伊所有换做今仔日伫台北市换买无半个便当的钱，完全献上，用行动来实践因心内对上帝全然的听甲相信。即款毋管得时甲不得时，伊无生计较、计算效果，甘愿大声将一切献伫上帝面前的投入，伫某一种程度上，甲进前愿意放落一切来跟对耶稣的巴底买。甲以后咱会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用1年的薪水去换拿达香油迄个玛利亚相款，因拢用因的行动回应耶稣所讲：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就是你要用全人全力行动去实践对上帝忠心、相信甲完全的仰望。简单讲，因信上帝是信真的啦，是完真的啦，不是玩假的。伊虽然无能力亲像徛伫另外一边的经学教师、祭司长献上烧化祭甲各种祭祀，总是伊却甘愿用伊全部人生ฮ็入去伊所信的中间。耶稣学到伊来相对徛伫伊对面，就是遐将来就要面对审判、失去焦点、袂记得用上帝最中心的旧圣殿、旧教会、旧机制、旧惯势甲旧价值。这个行动表明，若是一个人甘愿用心诚意力，就是甘愿用伊的全心、单纯去相信上帝、去听人，伊就要成做新圣殿起造的根基，成做现代教会复兴的源头。若是遐个袂记用上帝做中心的圣殿、教会、牧长甲信徒，因就成做贩卖赎罪券的庙公。成做徛伫耶稣对面的迄群人，所以亲像今仔日的题目安尼讲，每一摆的奉献，拢是一种选择，一种带着风险甲水的行动。但是即个无有全人全心的投入，你无可能担着属天价值的水。信仰原来就毋是保持距离、客观批评，也是斟酌计较。你通找得到的物件，因为遐这，伊是一种行动，一种为着听，真正甘愿放手去相信，一种华夫讲纵身一跃，御风而去，随风而落，一种伫真正相信的决志中间，才会通担到的滋味的迄款水。有人讲起笑，将养生的都献上了，明仔载要安怎？这毋是头壳歹去，什么才是头壳歹去？戆戆啊献出去，到底明仔载生活费要安怎？有影，这是事实，这是现实，也是咱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选择。因为当讲，都是因为咱常常算袂焦长，看袂完全，所以终其尾，只有伫学习伫尽力用上帝的心意实践以后就放手去相信，相信上帝会听见。只有放手相信，咱这有限的人，才通有机会，通明白原来万项事拢是伫上帝手中的业力甲仰望，尽力用上帝的心意去实践，以后放手去相信，这是咱伫世间信的选择。因为当讲对2000年的故事来看，2000年以后，咱身躯边，咱甲咱教会的故事。咱转去并咱的历史，咱来用心去看去听，咱就当看见所有点点滴滴，拢在甲咱见证讲，咱都毋免惊啦。咱通对遮平安出去进入世界，继续坚持做
徛伫耶稣迄边的人，用安尼做咱所有决定甲行动的基础。毋管教会，毋管个人，拢应该是安尼。只要咱真正信，真正伫尽力了后，咱甘愿放手，试看卖，试看卖，信真的看看，试看卖，用咱的专人，就是咱的专心、专性、专情、专意，道理去相信、去听迄位呼召咱的主，咱就会渐渐惯势，徛过去耶稣迄边，渐渐学习，决志要一生伫路上继续跟对耶稣的人生旅途中间，渐渐去体验到耶和华以勒迄个确确实实的安慰、水甲愿望。下面有一段影片要代表台神要邀请大家来观赏，所以请咱看台语的这个部分。敬虔的人进入生活每一个角落，伫家庭内面、伫工作内面、伫社区内面，展现丰富的生命力，真实来实践信仰的生命意义。伫台神，这款的态度受培养、受磨练。敬虔的操练是伫知识甲信仰的挣扎中，学习倚靠上帝的恩典，继续向前。伫真理的光照下面，看见家己的软弱，因为敬虔，互知识有谦卑的根基。互宣告有温柔的力量，去承接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为学生行过痛苦甲精神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因为敬虔不是一种表现出来宗教的热诚，也是伫破碎中会通倚靠上帝。学生伫痛苦的中间学习的，是要带着伤，会通继续勇敢来行落去，也可愿意来信靠上帝。咱所会通做的，就是陪伴伊祈祷，陪伴伊哭。互伊知影，伊毋是一个人，也毋是靠家己就会通来赢过。迄个时刻就是信仰定根的时刻，也是训练伊会通活出一种信仰的深度。这款的态度是会通来受培养的，慢慢将敬虔内化出一款生活的方式。在台神学习知识，不是为了知道更多，而是一种认识、体认的过程。在课堂上专心聆听老师还有不同学生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我们学习与人与上帝同行，学习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信仰的力量，让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目标不是塑造一个神学家，而是塑造一个以爱、以真理行走在真道上的牧人。伫我家己过去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真侪时阵拢只有一款对圣经的解读，来遮受装备了后，互我伫服侍顶面，也是伫看待别的代志顶面，会当看见无同款的解读，就袂缩掉。从小在老牧师的带领下，对于宣教有很重的负担跟热忱，所以我选择报名缅甸的短宣。我是去服侍他们，结果最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才是被服侍的那一个。宣教不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它也不只是喊着传福音的口号。金钱的心和知识的力量是我们做宣教的根基。如果我们有金钱、有知识，却没有用行动走出去，我们的信仰只是空谈。如果我们到处去宣教，却没有知识的装备和金钱的态度，这样子的宣教工作也将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宣教不一定要做跨国，但常常要有跨越心理的界限，这样子的心智，跨文化、跨种族，跨出舒适圈，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群体跟社群中，甚至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宣教可能发生在异国他乡，也可能就在我们城市的街头、社区的长照中心或学校的校园里面。宣教它也不只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活动跟行动，而是长久的尾声。因为福音
不止于口中来宣告，它要被活出，成为光，照亮在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台湾新航医的使命是训练愿意为心、用信仰回应这个世代的传教者。所以，我用敬虔来培养生命，用圣经来装备知识，将神学教育甲教会事奉紧密结连，培养出备办敬虔知识、传教热情的属灵工人，然后找牵因行入这世界。各位亲爱的姊妹，阮邀请恁做伙甲阮正做建立上帝国的同伴，请恁用祈祷来支持，用奉献来参与，让更较侪生命受到培养，成做主所喜爱的工人，让神学教育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长期到敬虔，追求属灵的知识，操练宣教的热情。敬虔知识宣教，为着要甲咱正信徒做伙，起造一个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属天国的信仰团体，是马街所起造台湾新学院的校训甲使命。总是亲像我拄仔讲的，现实犹原是台神师生每一天拢在面对的挑战。其实台神需要教会伫人甲资源顶面的支持，一直拢毋是啥物秘密，也是阮每一年全校师生拢着出来为新学院教会报告请安甲募款主要的原因。150年来，台神拢伫即款的日子咧经过吼。我会记几年前我嘛安尼报告过吼，讲进前咧立的时阵。教育部咧问我讲，恁一年收学费才收900万，开销6、7千万，中华这是距离是要安怎弥补啦吼？我想足久，因为我进前咧做生意啦吼，即摆还有公司，所以因就派我出来对付即个教育部即个审查即个财务的官员吼。我想半步，我实在毋知要安怎应付伊啦吼，所以我来甲回答讲，其实我嘛毋知呢。但是吼，阮150年来拢安尼经过。伊就停一下，看阮的报表讲，有影奈安尼吼，这是宗教团体真特别的所在吼。所以，阮每一工拢咧甲现实咧相应吼，总是我靠上帝帮助，咱的兴起正教会中间遐看见神学教育重要的正教会，甲同工通过因的150日的奉献，帮助阮每一日拢咧体验见证上帝实实在在的恩典。2025年学年度吼，就是2026年吼，我迄天看一个，我嘛惊一个吼，拢总有8582万预算吼，我想迄个事务所以前应该无遮悬才对吼。实在讲，那遐济吼，迄天阮喺手机内底咱一直点啦，因为前几工前几礼拜咧落大雨吼，每一个宿舍，每一个毋管是老师的、学生的宿舍，拢也是教室拢咧落雨啦吼。拢顶头落大雨，内底咧落小雨，所以恁可能毋知影讲以前吼，咱新学院敢若一个所在有建教尔，就是迄个女生宿舍迄班楼梯啦吼，其他拢无建教啦吼。所以其实咱需要足侪经费，好好去起造即个所在吼。总是我有信心啦，有咱教会支持，咱稳当会继续行另外150年吼。甲各位共款，另外70几年会当继续行吼。所以以上我想台湾新学院需要咱每一人的代祷甲奉献吼。以上感谢大家支持。以上，咱做伙来做最后的祈祷。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感谢你对世界中选召阮行这条行向完全、行向天国的路。记得互阮甲阮的团体伫来去伫天国甲世界的路途中间，让时刻因为愿意学习基督，选择伫听甲对你的信心中间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款式。求你用天国的境界来更新阮这有限的眼光，互阮因为渐渐活出天国的款式，互阮伫阮当中充满天国的和平甲美善。成做即个世代学习的样相甲见证，
因为想使阮有够遐气力，通勇敢去面对挑战，求你接纳阮出伫信甲听行动甲见证，互阮所服侍着的所在，通因为阮诚做通担着天国滋味的所在。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念回应诗374首，听见救主出声得救。会众请起立。谢洪姐，咱请陈怡如执事加陈秀玲执事。
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欢迎今日大家来参加这个礼拜。今日是为着台神奉献主日，咱感谢陈宽义牧师，来咱南门教会来请安报告。咱继续为着咱台神的师生，因的身心灵健康，因的校务发展会顺利。咱继续来甲因关心代祷。礼拜煞，咱请咱的兄弟大家去到地下室，咱大家踮遐享受咱的爱餐吼。即礼拜的服侍是咱磐石团契。第二，洗礼，咱伫12月2日圣诞乌罗礼拜中要举行洗礼，有决志要洗礼，或者是讲有兄弟要为别个教会要来转职，要来嘛拢会当欢迎因报名来参加吼。咱的迄个正雅纪律班是伫11月29到12月6，拢伫拜六早起9点半，有2摆课程。有要报名的，咱向咱办公室思涵干事也来报名。年度暑工的研讨会总会已经甲明年迄个行事历拢已经排好提供互咱各组还是各团体明年暑工表来参考。未摕到这暑工表的，会当向办公室来摕。这个所在嘛，爱请咱各单位、咱的团体，麻烦伫11月11号完成明年度暑工表的计划。整理好下思涵，因为咱伫11月2日，咱要下晡要开一个研讨施工会议，方便阮开会来用。爱餐留来大家伫地下1楼食饭大家互相请安是一个真水的代志。有团体活动，亦或者是说有会议建议是讲伫爱餐了12点半。才来举行大家食饱才来举行啦咱的餐盒若是只讲有无够的，还是讲拄好咧较晚来，若有客欠的无要紧，咱就甲咱的服务组，还是讲甲咱的办公室讲，咱一定马上会补充即马就是咱爱餐了，就是请大家配合，咱加一个动作，譬如讲，甲咱的餐盒小切一个，或者是讲咱水小强一个。清去了后，咱才来方便咱的餐盒分类后壁的人做资源回收嘛较方便每年的圣诞节的圣诞蛋糕搁开始，即马开始要登记今年游园是有3种口味，有甜的、有咸的，嘛有芝麻伊今年是一份是22块，但是咱有早鸟价，咱也伫11月20有登记的。因讲一份才20块尔，今年敢若有特别较特殊的，就是伊有迄个大方盒，可能是要分享互人，还是要送人，有较水嘛会当来参考。伊个一盒嘛是35块。具体消息，咱赖鸿旭执事，吴婉清夫妇伫歹势足大，因为我一直想讲赖鸿旭做阿公再度做阿公，容易口误来。赖硕伦执事甲婉清那个夫妇伫10月24号喜获1公子，恭喜恭喜！赖鸿旭长老再度做阿公，恭喜我欢喜甲拢个名叫唔对，恭喜恭喜恭喜！告介绍信台北中会伫拜二。11月4日伫艋舺召开74届的会议啦第2项就是咱空中英语教室甲咱天籁合唱团以圣诞晚会有免费的票可以索取咱会当去地下室1楼迄个公布栏会当来参阅。代祷事项有3项，第1项是讲咱为咱的会友、为咱的兄弟。来，伊
祝福因的身心灵健康来带导吼，咱大家互相扶持来带导。啊，第二项就是愿上帝帮助咱吼，咱南门的一寡事工为教会服侍、共心共行事工来祈祷。第三项就是为着全球各地气候的变迁引起的灾害，甲因为国际间关系的迄种紧张来祈祷吼。以上愿上帝怜悯常常敬畏伊的人同在吼。毋知影牧师有啥物要补充无？无吼。伫遮我纯粹要讲者，咱迄个王贵月的遗孀吼，顶礼拜王贵月告别礼拜今日伊的遗孀，因的查某囝嘛吼，有来到现场吼，伊要向大家多谢吼，谢谢。贵月节的信用卡只足水的，欢迎你。虽然妈妈无伫个，欢迎你逐礼拜拢转来咱教会吼，欢迎你。好，即时咱来行平安礼。来上吟圣诗300首，愿真感谢你至诚至爱。煞遮祝祷，请咱牧师甲咱祝祷。我一直不离。
做伙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当恁通平安离开，用疼甲受苦，用信心甲行动，赢做即个世代愿望的记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然三甲做伙，对即时到伫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请坐，牧道